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1章。上帝神甲我举起来，带我到上主圣殿东边的正门。我伫门的入口看见25个人，其中有亚索的囝亚撒尼亚，甲比拿雅的囝比拉提这两个民间的领袖。上帝甲我讲：人子啊，因就是伫城内图谋邪恶、出歹主意的人。因讲：现在还毋是起厝的时，这座城亲像画仔，咱亲像内面的肉。所以，人子啊，你着讲，着宣讲指责因的话。上主的神临到我，伊对我讲：你着甲人民讲，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人，恁在讲甚物，在想甚物，我拢知。恁伫即个城杀死遮侪人，尸体满街路。所以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即座城就是鞋仔，鞋仔内的肉就是恁伫城内杀死的人的身尸。我要甲恁赶出即个城。恁惊刀剑，我要用刀剑攻击恁。这是至悬的上主讲的。我要甲恁赶出即个城，将恁交互外国人，搁甲恁审判。恁要死伫刀下，我要伫以色列的边界审判恁。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即座城无要搁保护恁，亲像鞋仔保护内面的肉。我要伫以色列的边界审判恁。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恁无遵守我的规例，无顺趁我的命令，颠倒照恁周围列国的规矩去做。我拄在宣讲的时，比拿雅的囝比拉提忽然死去。我面趴伫涂骹大声喊：哎！至悬的上主，你要将以色列所剩的人拢消灭死无？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谈论你的兄弟、你的亲族、你的同胞，就是所有受放逐的以色列人。因讲：遐个受放逐的人离开上主真远啦。上主已经将即块土地赐互阮做产业。所以你着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虽然将以色列人放逐去遥远的列国，甲因分散伫逐所在，我犹原要伫因住的所在做因暂时的圣所。你着搁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对万民的中间调集恁，对恁四散去的逐所在聚集恁，将以色列的土地搁赐互恁。受放逐的人转来的时，因一定会拄起所有通厌恶的偶像，甲通痛恨拜偶像的事。我要互因合一的心，将新的神放伫因内面。我要对因的身躯拄起亲像石头遐尼重的心，搁想使因亲像肉遐尼软的心。安尼，因就会遵守我的规例，顺趁我的命令。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毋过，心意爱通厌恶的偶像，甲意爱拜偶像的事遐个人，
我要照因的行为，甲因刑罚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基路伯铁开室，链仔缀伫因身边，伫因的顶面有以色列上帝的荣光。上主的荣光对城内升悬，停伫城东边的迄座山顶。伫异象中，上帝神甲我举起来，带我去受放逐伫巴比伦的同胞遐。了后，我看见的异象离开我，我就将上主指示我的逐项事，拢讲互受放逐的同胞听。